琴晚彭博報道咗我哋最新嘅經濟學家嘅調研報告。個報告講咧就係話，佢哋而家預咗最快一次減息會喺今年嘅6月，而最後一次減息咧會係9月。即係話呢個調研出嚟，經濟學家嘅總結論咧就係今年只係降2次息，一次喺6月，一次係9月，咁就完㗎啦。佢哋主要講個原因咧就係因為而家連續2個季度美國嘅經濟都有增長啦，消費指數又冇話下跌啦，直情有上升添啦，失業率又低啦，樣樣經濟上個數據都非常之好，所以佢哋覺得美聯儲唔需要暫時嚟講唔使再減息啦。上個月嘅調研出嚟嘅報告咧，就話呢一班經濟學家咧預咗係3月會降一次息嘅，而家即係話佢哋覺得3月降息都冇望啦，要去到6月，然之後到9月。點解我要講一講呢樣嘢咧？因為咧而家金價咁樣起發嘅話，有少少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佢哋覺得美聯儲會3月有降息啊，或者降得會比較快，會比較多。咁如果呢啲經濟學家係啱嘅話咧，佢降息會變咗慢咗，或者甚至會少咗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對金價有咩影響咧？我就唔覺得會金價會話點樣去回落得好緊要，但係會唔會上漲嗰個速度會慢咗啲咧？如果係咁個局面嘅話，大家喺評論區留言討論一下，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